嗱，香港咧大部分嘅物業咧都係50年地契嘅喎。如果要喺香港咧揾啲千年地契嘅項目，999年嗰隻咧，其實相當地難得，非常地難揾。大部分嘅項目咧都集中咗喺呢個港島區嘅，但係咧九龍區咧都有少少漏網之魚喎。喺個新後面嘅必家坊第5期首回正式推出咗啦，正係你同你屋企人咧揾緊嘅千年地契啊！而我哋整個項目咧單位唔多啊，最細嘅單位210幾尺嘅一房至到600尺嘅4房組成嘅，你冇聽錯喎，600尺竟然可以做到4房單位俾你，相當地誇張。而且我哋個項目咧行1至2手嘅時間就可以去到呢個紅磡啦、黃埔，再加埋啲何文田地鐵站，東南西北任你走，冇問題啊！而且喺我哋項目行前少少啫，就係全球排名第57位嘅理工大學啦。你嘅租客群質素有幾高，絕對唔使 Kenny 再多講啦。而且再加埋咧，我哋一落樓下咧有一個130萬尺嘅黃埔新天地嘅商場，就喺我哋樓下附近嘅啫。咁所以咧買嘢食嘢租客完全冇問題，即刻跟 Kenny 睇下咩事。嗱，單位咧就非常地多元化噶啦，但示範單位咧開一個已經令你非常地震撼噶啦，因為點解咧？600尺嘅單位竟然可以做到唔係3房俾你咁簡單，竟然可以做到4房俾你，究竟發生咩事咧？客機係咪黐鬼線嘅咧？入去望望先。嗱，入門口位置咧，發展商已經幫你做 Samsung 拍街指紋，再跟埋馬門鎖噶啦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做咗個開放式廚房，但係呢個開放式廚房嘅面積咧，絕對對得起我哋4房嘅 size，包你住一家5、6口，整個儲物量空間足夠。冇問題啊！而我哋入邊咧，廚房品牌用咗少少品牌，但就換啦。呢一個 China 嘅抽油煙機啦，呢一個 China 嘅爐頭啦，西門子嘅洗衣機、雪櫃全部一應俱全。而且你留意翻，有翻咁高嘅樓底咧，你可以見到咧，整個儲物量空間相當地誇張。而且咧，呢一啲儲物量空間發展商已經配埋俾你噶啦。欣賞下個客廳發生咩事先。嗱，整個橫切面咧非常地大啦，而且發展商相當細心喺呢個位置咧，已經幫你做咗張餐台出嚟啦。如果你唔係非經常性煮飯嘅話咧，呢一個絕對啱晒啊！呢個客廳嘅闊度，呢個牆身100寸大電視投射屏幕絕對冇問題啊！而呢個位置擠翻張細嘅3人或者大3人嘅貴妃椅都絕對冇問題。而且你最估唔到咧，600幾尺做4房俾你之餘咧，我哋仲有一個非常之大嘅3口露台喎，而且細心位就喺呢度啦。恒基幫你準備好晒啲隱藏式嘅晾衫位啊！如果有需要晾衫嗰陣時咧，先至放出嚟啦；冇需要嘅話咧，收翻埋去，保持翻個美觀之餘咧，又可以慳位冇咁易撞到啊！而且我哋露台呢方面咧，望翻出去咧，無論高中低層都好咧，遙望翻出去都可以望翻黃埔一帶嘅市景 City 嘅靚景啦。無論早上或者晚上望到星星在你腳下嘅感覺咧，都相當唔錯啊！哇，好浪漫啊！嗱，4個房間當然點都好有少少走廊咧，就在所難免噶啦。入到嚟感受下先，轉短走廊嘅空間做咗4個房間同埋2個浴室俾你添。睇睇其他家庭成員嘅浴室先，其他家庭成員浴室咧做咗企缸乾濕